这本书典吼，伫我看起来，伊有足大的内容，就是讲咱即马咱的囡仔拢伫白，拢学中文，学中文，伊若想要甲台语捡转来，就是爱靠一本书典吼。咱即马国家的政策拢是用中文做基础。我对这个现象真烦恼，因为你若有咧注意看吼，咱即马渐咱中文的用词吼，拢甲中国共款，吼。我捌伫民国发表一篇叫做"不要文化投降，文化导航"，过来接落去就是政治导航。咱就密密麻麻，准讲要用中文嘛，应该爱用台湾式的中文才好，应该是早安、午安、晚安，毋是早上好、下午好。真侪台湾式的中文拢已经去互取代去啊，像讲台湾人的称呼一定是阿公，一定是阿公、阿嬷、阿爸、阿母、阿姨、阿姐、阿姑，咱无咧用大，什么小，咱无用大甲小，咱是一定是用阿出头的。大甲小，伫台语内底，干那家己的人才咧用，阮大兄、阮小弟，迄阵才有用大用小。若对其他人的称呼，咱拢是用阿辉伯啊、阿扁啊。但是咱伫无形中已经去互人概括，咱拢毋知，就变成小英啊，变小戴，戴志颖变小戴，迄就是咱无形中已经文化导航，咱可能毋知影。咱若文化导航毋知无觉彻袂晓要概括来，过来就是咱的政治导航，就咱就去了，无知咱的祖先对1920年代开始拍拼到即马100单。互咱台湾的主体性渐渐已经有啊，毋过咱即摆有的主体性是政治主体性，咱有啊，但是文化主体性也无。咱像拄则郑文文教授讲过，即摆伫学术界，是讲语文界，差不多80%拢毋是台湾做主体。所以即点是我一直真烦恼的所在。所以咱若有即本册。咱即马虽讲咱去互即个政府甲咱强迫学中文，但是咱会当经过即本册，咱慢慢甲台语捡着，特别是咱即马伫咱台湾来讲，咱学中文拢是用波波摸，即本书典伊就是用波波摸的摆法，所以咱若有心要甲咱的文化主体性捡转来，是讲建立起来，咱会当经过即本书典，慢慢学，会当甲咱的母语捡转来，会当建立咱台湾的文化主体性。安尼，咱的子孙才袂去文化导航。若无，我真烦恼，50档后、100档后，咱的子孙可能就是文化导航、政治导航，就去了。所以我足推荐即本册，是足好的工具吼。希望大家做伙来拍片，多谢。我以前上欢喜啊，上福气，就是入捌张志煌教授夫人甲教授样吼。我的即个地位是我足侪问题拢为伊遐得到解决吼。我是敢10几年前伊迄个小书店地位小书店教具的时阵，甲伊熟悉啦吼。熟悉了后，我就有将迄个伊个地位时的基本论上讲吼，我摕来甲搭即个台语4模来网站面顶，有人去研究人才拿出。哇，足侪哦！真侪少年人拢去看迄篇论文了，迄论述了吼，像讲阿天啦、郭希美啦，伊拢得着足侪个帮助啦吼。即摆还伫网络面顶啦，还未看来啊，当去看吼。即个地位是个基本论甲是啥足好诶，伊拢毋若讲看了欢
安排讲去甲拜校吼，去迄个温州街迄个宿舍去甲拜校吼，去甲请教哦。了后伊就搁继续搁练习吼。一个少年呢，尽量吼，咱的平时吼，要2万个3语来开始啦嘿。过来就是讲，即个中间，我感觉讲来去找因，就咱即个办公室去拄则讲去伫写图吼，我嘛有去找因吼。转来伫温州街我拢去找嘿。了后一天伊敲电话互我，即个教授伊教练讲，伊就爱去带上面安阳面啦吼。因为伊阮的教授爱替伊讲，伫短期内爱紧解决吼。结果真正年到伊甲我排1年后啦，吼，1年后，来找我想我讲，这一定爱努力吼。我甲迄证明讲伊是台湾台语文的宝贝，伊要来遮，要搁继续完成伊的迄个字典啦。所以就去排去找伊，结果有一个人听到讲台湾的宝贝要来带，伊牛伊啦，一定牛伊去吼，互伊当顺时安尼短时间带入去吼，继续来完成这本啦嘿。算了后，伊当要出版啦吼，一定就因为我对出版啦，我比较有去接触啦吼，来咧问我的时阵，就讲啥物出版社，咱偌大都偌大啥好。我有甲魏文教授讲这代志，讲伊要出，我讲好啦，魏文教授要出，一定爱互这魏文教授来处理啦吼，因为伊早有即个行动力来推广，来做活动吼。因为张教授一直伫甲我讲，伊写这书这是为互台湾搁较侪人来认咱台语啦，互咱的台语会当讲正对咱的即个台湾人。即个使用日常生活的即个实践，所以就来讲好我来互大家人用啦嘿。我建议张教授讲即个出版拢一寡费用啊，咱就爱用即个认购认购的即个方式，即个一个开始的时阵，我是咱讲过，结果讲哇，遐侪人，敢若有一个人买100本哦。人口100都会记着啊吼，所以讲即摆伊即个费用拢已经差不多有啊吼，所以我有建议讲，爱一个咧，因为即摆网络的时代，咱来上网，互较侪人会当会用啦吼。但着即个张教授一直伫甲我讲，伊的目的毋是出版趁钱，伊的目的是要互搁较侪人来用。这中间你照做真正，你讲点是要出，点是要出啦吼。张教授伊就甲我讲，要有足济啦，要有足济也会免去咯。伊讲这本书简会诚对伊鞠躬尽瘁，鞠躬尽瘁，就爱甲伊完全落完落搁继续的时阵，再当来出版啦吼。所以伊身体吼真阮一直祈祷的上帝好听咱话吼，阮拢是主内啊，是主外吼。其实讲祈祷讲会当较紧搁恢复吼，其实人拢有限啦，人拢有限啦吼。所以即摆已经身体无讲介好吼，要是大家继续替祈祷吼，互伊会当莫遐尔痛苦啊，会当是过来的日子吼，我来会当过甲真欢喜啦嘿。所以讲。即个网络会当上网的时阵吼，我想这嘛是张教授伊足大的愿望啦希望大家继续有即个时间来祈祷吼，多谢。即个天遐济人走来遮，我真感动，我真欢喜吼。即个讲到即本书典吼，我想起早年90年代我要做即个台语文运动的时代吼。我是讲要做运动，都爱先成一个台语文的资料库、资料中心啦。90年代啦，我迄个时代有遐方便去查啦，有啥物物件我毋知啊。我就是过去找，我去到发现我出去去找即个吴兴林，去找廖永祥，一直图书馆嘛。我去出过都要找啦，拄好。
真好运，就是讲讲咱93年款，迄个台城乡研究所的所长对咱打车我，讲因的因的算讲城乡研究所啦，因的学生吼，要去做 field study 吼，地影调查，语言甲记录袂晓，先我去开课。我讲安尼啦，我是无要做老师，我要做运动的啦吼。你若袂我开一个就好。开课的时候，教授拢爱来听，无学生会晓，我是袂晓啊。我就教因爸是需要无遮物件，做语言调查。伫遐时我发现讲咧，内面遐济老师吼，台语无几个啦，拢会拄拢一个啦吼。即个英语节啦哈，迄当大拢大你咧教数学的吼，你用语嘛有一个啦。过来原本有几个，刘国良啊、徐信明啊、郭正阳吼，几个人。因听着讲，我伫遐要讲，因怎么来考？我才知影讲邱教授遮侪物件啦，我才知影。我想怎我想来讲，遮个册吼，一般人袂卖啊。我这出来讲，如果今日一个，就是阮咧卖册啦。迄阵那个台面同情独裁的机会嘛，尾后变成李干桥嘛，一直安尼来啦。我就开始甲迄历册单啦，会当卖册，就阮遐卖啦。阮较早就一个金县嘛吼，金县是拢有车驶过咧卖迄资料，我毋是啦，阮就若有迄落吼，有啥地方去set档，我嘛去set档，来卖遐册，所以阮即个李干桥是讲，同同是我后壁拢卖卖册product，阮遮有册咧卖，即个伊小书店甲阿豪迄五道公安，阮就开始咧推销啊，开始咧卖啊，就是讲，我是做推广行会，你若有家己份资料，我就甲收，你若看阮较早的卖广告，是讲迄落后壁拢无着吼，阮的有啥物钱来卖主要是本土的，我拢收安尼吼。当然政府就是伊这人吼，我看伊即个耐心足强的啦，遐久的坚持吼，迄个伊讲，我捌几届拢甲伊做伙吼，伊拢咧想个代志啦。阮有当时有参加会做伙吼，包括即有人讲的吼，之前迄个台咧开即个语言校咧开迄个，迄时我是嘛有邀请我嘛有在场啦。但是不过迄个主持人黄山环吼，无啥事啦，有人知影这代志，讲开一个台语文献课，敢会使用英语甲华语发表。我迄是我先讲的啦，我毋对呢。这毕竟有台语的，咱毋使有台语的。就黄山来甲我，若要讨论即个北海道一寡什么种？现在爱弄做啦，咁就要爱做发展。我讲你个老唔对啦，无一定爱做，但是因为无反对人爱做发展。你个来叫做反对，但是尾啊，我开始抗议，有分主来开始抗议啦。迄个时代，5年过啦，就去伫遐抗议讲，对语言的其实真係唔相關啦。慢慢記得告訴我，我是甲你講，咱台灣嘅過程中吼，伫大海內面。对台语注重的无偌济人啊，甚至无偌济人啊。私信民生可能9成人无几个啦吼，因为嘛是无几个啊。所以当然，我就讲我决定吼，我嘛爱搁出版社呢，嘛爱搁杂志，嘛爱搁出版的，有咧用一个台语出版社，台语传播，我跟出版的，我讲做生意的吼，所以台语面的运动一路来到遮吼，即个是主家大人啦，你什么想我毋知啊。我去遐才知影学语言嘛，袂得啊。我拢出过时才知影。到今仔日搞即本，迄个我搁补充一下吼，即个柯文哲今晚就出即个台华之对调嘛，迄嘛就这个讲啦。柯文哲甲咱咧讲过，今晚就台华之要跟你讲即个中国人知影吼，迄嘛袂歹，基本上袂歹。所以咱台湾人对需要咱讲事体啦。这是真好的代志吼，微文吼，对家做这吼，我真咧讲啊，这是真好的代志吼，我简单讲一下。我
知影中教新是因为两本册的拄仔话文讲的，迄个阿凤仪的无用空间，看过一本册啊，搁迄个白话节小书店，我才知影讲有中教新即个人吼。啊，我对伊吼，我感觉一方面我足钦佩吼，伊会使讲用伊一世人的心力，吼来编一本字典吼。啊，另外一方面呢，我嘛感觉对伊足感谢吼。吼，伊留互一本册留互咱台湾人一个足宝贵的物件吼。所以啊，今仔日我来参加即个活动吼，我感觉足欢喜。啊，今仔虽然讲天气足冷吼，毋过当我手里摕一本册的时阵，我感觉，你感觉无足相同的，足温暖的吼。好，好的，多谢大家吼。